市上江路甲锦州街口，伫半暝1点外发生着死亡的车祸，有一台免入的修理车，甲一台机车相撞，这个骑士喷出去，当场就无生命现象。这个修理车的驾驶弄着人，第一时间并无停车，是往头前开50米远才落车，所来甲车隔离喺路边，坐客人车白咧弄，过直检前后才搁倒来现场。伊讲，实在是因为伤惊、伤紧张才来闹跑。虽然这个酒测代是零，但是警方发现，这个驾驶伫咧10当前，因为啉酒开车去互吊销驾照，所以伊即届是无照驾驶。这个互弄死的骑士34岁，是一个职业军人，才打结婚无偌久。一台黑色修理车驶过路口，无偌久，伫货柜车轰挡掉的视线，机车骑士当场互弄飞摔伫涂骹。虽然有戴安全帽啊，毋过头壳也是伤甲真直落。机车零件阁有座椅拢互弄到涂骹，修理车的玻璃嘛破一个孔。当时机车跟休旅车在这一个路口发生了碰撞，但是休旅车驾驶发现撞到人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停下，而是往前开了50公尺到前面的市场，最后弃车逃逸。监视器的画面，迄条驾驶先甲车停伫路边，上尾甲车门拍开，一直走。意外发生伫今仔日半暝1点外，这位52岁姓李的酒店经纪驶免入的修理车，伫上江路锦州路口弄着骑共享机车34岁姓林的职业军人。送病院了后，要是救无转来，不过修理车驾驶落跑了后，坐客停车去找朋友，1点钟了后才回去到车祸现场，讲家己真正伤惊才会逃走。这一走嘛，害伊互依照过失致死、吊诉逃走罪嫌上班。这个驾驶人他本身目前是没有驾照的，他在101年是有吊销驾照的情况，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时间自称说他因为没有驾照才会离开现场。警方也立即实施酒测，那酒测值是0。姓李的驾驶之前因为啉酒赛车，互吊销驾照，已经有10年拢无驾照，搁开车。姓林的骑士敢若是伫转去的过程弄红灯，才会造成这个意外。伊的护理师太太接到消息了后真心痛，因为因才拄结婚无偌久，想要到先生和朋友食饭食了，都无法度搁等着伊转来。这场车祸嘛，互因规家伙仔无法度搁见面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